以西港农地中围区的农路改善为例，除了要将跨度对原本2公尺高拓宽到4公尺高，提升农产运输甲环境的品质以外，要将双边排水路对原本微型改成优质型，耐用可好排水。市长委托嘛正来关心9月就将发包的改善工程，表示市府除了持续争取中央的经费，嘛编列市务省，适当来专7点到34亿外来改善农渔水路。林区在108到111，好，这个总经费中央跟地方加起来，给咱设立农路水路的部分，非农历从化区是16亿多，好，农历从化区是18亿多。啊，为什么特别挑这2个加起来34.5亿？加起来正好是我们这个美术馆2馆加上市总图的金额。美术馆2馆大概花了18亿，中央补助8亿。好，市总图因为是市立的，好，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钱花了18亿，18亿加18亿36亿，盖了2个，一个总图书馆，一个美术馆2馆。当然对台南市的形象增加很多，但是我们的想法跟做法是，那个很大的东西很重要，但是基层的农民行走的路更重要。两市面积2200平方公里，差不多是台北市的9倍以上。特别伫偏乡，真侪农渔水路拢需要更新改善，就参像市区的路边同款，所以市府一定会特立重点政策加速来做。今日新闻，本集采访报道。